早晨啊，弟兄姊妹，你今日歡呼咗未呢？我哋一齊歡呼啊！為着呢個甜美家，同阿爸、同主、同弟兄姊妹，仲有我哋係最有份，我哋一齊歡呼！阿利路亞！呢個家係宇宙中最榮美嘅家，最溫暖、最歡樂嘅家。太好啦！我哋係阿爸嘅親孩子，而我哋亦都係主至愛嘅佳偶，聖靈獨生嘅珍寶。你知唔知道？你同埋我喺呢個父家裏面係最有份噶，而使阿爸、使主、使聖靈都係最滿足快樂。甜美家就係呢個宇宙中最快樂嘅家，你同我可以最有份。而因為呢個家，呢個愛嘅世界將會擴增無窮。願我哋每日都最享受呢個甜美家，為我哋能夠得着呢個甜美家而感恩快樂。想同大家呢唱一首歌，喺神家詩歌嘅第16冊46，甜美家我最有份。我哋一齊唱呢首歌，一齊去享受阿爸俾我哋嘅呢個愛夢啦。唱完之後呢，唔好唔記得，我哋都有啲時間呢安靜，回應主，回應阿爸。好，我哋一齊唱呢首歌，甜美家我最有份。我是阿爸的親孩子，我是主至愛佳偶，我是聖靈獨生珍寶，我在父家最有份，我有份，最有份，我有份，最有份。種子同為後嗣，承受萬有榮壯禍，愛的世界擴增無窮，同享每日愛永恆。甜美家我有份，我有份，最有份。弟兄姊妹，今日呢，我哋一齊讀神嘅話，想同大家讀嘅呢，就喺以弗所書嘅第6章第2、第3節經文係：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長壽，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。呢節聖經呢，係引用咗舊約喺十誡中嘅第5條，喺出埃及記嘅第20章第12節嗰度講到呢，就係當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。申命記嘅第5章第16節呢，亦都有同樣嘅記載，並且呢，係加上咗使你得福。保羅喺以弗所書特別指出，呢個係第一條帶應許嘅誡命，意思即係喺十誡之中第一條明確附上咗祝福嘅應許嘅誡命。神唔係隨便咁樣講，而係好鄭重咁將祝福同呢條誡命呢連埋一齊。我哋思想下孝敬父母啊，孝敬父母呢係反映我哋對神嘅信服同敬畏噶。孝敬父母嘅原文係有尊榮父母嘅意思，唔係只係俾錢或者俾啲物質啊。呢度講到嘅呢係心裏嘅尊重、珍惜，同埋呢係信服佢哋嘅權柄。神喺人嘅關係之中，首先設立嘅就係家庭嘅權柄秩序。父母係神所賜嘅權柄嘅代表嚟嘅。當我哋孝敬父母嘅時候，其實就係信服神所設立嘅秩序，
當我哋唔孝敬父母嘅時候，就等於唔尊重神，唔敬畏神。弟兄姊妹，你有冇諗過，一個人對父母嘅態度，往往呢係對神態度嘅鏡子嚟㗎。如果喺屋企裏面唔願意尊重父母，又點可能真係順服天上嘅神呢？耶穌呢，自己亦都嚴厲責備過嗰啲呢用宗教理由而推卸孝敬父母責任嘅人。大家可以睇下馬可福音嘅第7章第9至到第13節㗎，證明咗神好睇重呢孝敬父母呢件事。因為家庭係社會嘅根基，係我哋學習愛、學習順服嘅第一個，係我哋學習愛、學習順服嘅第一課嚟㗎。呢節聖經咧提到得福、在世長壽，神講嘅。而長壽唔單純係講到可以活到100歲啊，或者更長，而係講到生命係有價值、有意義，充滿神嘅祝福。得福嘅意思咧，有一切都順利蒙恩咁解噶。而長壽咧就係指到日子長久喺地上安穩嘅意思。喺舊約呢個應許咧，原本係俾以色列人嘅。如果成個嘅以色列民族都孝敬父母咧，神就應許保守佢哋長久嘅住喺應許之地，唔會被趕出去。但係到咗今日新約嘅時候，保羅將呢個應許應用到喺所有信主嘅人身上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長壽。呢個唔係絕對嘅保證，因為仲有其他因素係影響一個人生命嘅歲數嘅，譬如疾病啦、意外啦。但如果係一個普通嘅原則底下，神係會特別祝福嗰啲孝敬父母嘅人，俾佢哋生命係蒙福噶，日子長久，同埋咧有意義。亦都有啲人係孝敬父母，不過係早逝噶。但係咁樣唔否定應許嘅，應許係原則嚟嘅，而唔係機械式嘅公式。神係睇重人嘅心態同埋行為，佢會喺永恆中完全實現佢所祝福嘅事。更重要，大家要明白嘅咧，呢度講嘅長壽係指向屬靈嘅豐盛。喺基督裏面，我哋得永生，呢個先至係最長久嘅生命。神呢要建立一個相愛嘅家。神設立家庭唔係為咗規條，而係為咗祝福。佢要我哋喺家庭裏面呢學習愛，譬如父母無條件嘅付出，兒女嘅回應用愛同埋尊重俾翻父母。呢個正係神嘅心意。神自己要作我哋嘅父，佢成就咗呢個心願，透過主耶穌基督，使我哋成為咗佢嘅兒女，進入神嘅家。神真係要一個家噶，神嘅家要相愛同埋彼此尊重噶。喺呢個大家庭裏面呢，我哋係神嘅親孩子，太幸福太寶貴啦。你同我都有份喺呢個家裏面。你而家諗下，我哋嘅父母一生照顧我哋，從小到大，無數白白嘅付出、保護、供應同扶持，我哋係咪應該將愛回敬佢哋呢？孝敬父母唔係負擔，唔係規條，而係神俾我哋嘅祝福。當我哋行出呢個誡命，愛就充滿咗家庭，幸福就臨到啦。弟兄姊妹啊，我哋要對仍然在生嘅父母多啲嘅陪伴、關心，多講感謝嘅話，喺主裏面信服佢哋。對於已經離世嘅父母，我哋亦都應該紀念佢哋嘅恩情，活出榮耀神嘅生命。喺神家裏面，我哋彼此呢就係一家人，要相愛，要互相尊重，因為我哋都係神嘅兒女。當我哋孝敬父母，神就將祝福臨到我哋。
使我哋嘅日子能夠長久並且有意義。願我哋唔止喺家庭裏面行出嚟，亦都將呢一份愛帶到教會中，帶到學校，帶到我哋工作嘅地方，讓世人都能夠睇見基督徒嘅家係幾咁蒙福。設立家庭係要我哋經歷愛嘅真諦，讓我哋都能夠行出神嘅話，使愛充滿呢個世界，帶嚟幸福，帶嚟歡樂。願神祝福我哋並我哋嘅家庭，仲有使神嘅家充滿溫暖同埋尊重。